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无计较，无分无怨，爱情本来。大家口罩啊！好，咱开始吼，1645年11月11號。对，我袂记放哦，来。pin link paste add 好，加起来，我搁另外加一个。好来，好，感谢三年甲我提醒啊，有时也袂记。1645年11月11號，早起晴朗舒適的天，車陸風鳥們和遊玩就探風出航，真緊就去到個路易斯號邊啊。因暗紐維克號嘛已經裝貨完畢，佇暗暝啊吼，載着迄寡貨物停佇個海樓上，由吉月號接替伊來瓦克站橋吼。吉月號規工攏佇個落伊個地床物，互傳導牧師 Hans Olof 寫批甲即個。就写批互即个传道牧师啦吼 ，Hans Olof 南路迄个吼，寄去答复伊的内批，主要内容是针对迄两个被逮捕的先仔白相的代志。互伊的命令是上前请参阅发送普瓦里的迄张批。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就有74个人，载去26担鹿仔肉，39担硫磺，10担半的丁，甲15担的水落泡。11月12，风天气如同昨昏。早起快艇纽约号载381个装砂糖的大桶仔，甲10桶灰仔出港，要去载去交互 Henriette Louis 号，真紧就要去到迄个停船的所在，真紧就去到迄个停船的所在啦吼。有一只篷船对小琉球来遮坐8个人，再来沉旧吼，就真旧啦，陈旧吼。再来真旧的迄个牙记，无青就对啦。也有一只篷船对先仔来遮吼，要来掠鱼。伫咧即个角城里，你建造的新的教堂、做军厝顶甲即个拱门，拢完工啊吼。拱门的拱是要安怎读啊？即较早绝对捌早个袂记啊。拱吼，拱手就是拱手的意思。手通收就是拱，手三切掠旁恭敬的款式，拱手啊，拱。好，最近厝顶甲即个伊的拱门吼完工，
我感觉叫做强门怪怪吼。今仔日感谢上帝，第一道举行礼拜。哦，即、个新的教堂啦吼。我来看一下拱门有啥物讲法无？敢若有强心石、拱门入口等等中的即个楔形石、斗夹门条的斗夹斗拱吼，斗夹。斗拱就是读做斗夹，我今日才知影。当然，这和拱门无关系啦吼。斗夹，斗拱是啥物件呢？真学鬼说，看图，有兴趣再来看图吼。你若有兴趣的，再来看 YouTube 我遮分享的图吼。即个位啊，即个叫做斗拱吼，就是你若去看即个古早厝啦，或者是庙内底吼，条啊刻伫顶头，条啊刻伫上顶头，伊去经起来，去经迄个梁，经梁的迄个构件，迄个物件吼，就叫做斗拱吼。一般阁毋若一个吼，伊会有2个、3个安尼经起安尼吼。搁咧斗夹吼，我今仔日知影讲台语是安尼读的吼。当然，即个词是足早就知影，毋知影台语安怎讲尔，因为是毋是伫厝里学着的，伫外口学着的吼。啊，教的人嘛拢用华语甲你讲，所以你嘛毋知吼。好，斗夹，但是拱门也是毋知，拱门要安怎讲啊？建筑内底拱门是。我讲诶，这台语看有无？对，咱较早捌查过，我即马看了感觉真面熟。Embry 吼，写弯弓门吼，弯弓门，弯门吼，弯啦吼，一弯就对了吼，弯门。好，弯弓门。好，咱继续看日期，11月13。透早风甲天气如同昨昏透早看见即个港岛西边有2只船，其中一只就是快艇李罗号，伊落伫上午的中段时间来到南边遐停船，另外一只是停伫约2里的所在海上，迄时开始对西北方透强风，也及时甲船装上即个吉月号。下午半晡，迄只船就是避水船 Burkhardt 号，探到海楼，顺利来到即个城堡的头前。无偌久以前，米尔曼号也军队入港，该船已经甲所在号码落互路易斯号，对避水船 Ugis 号的主管。数据是今仔日的来批来，知影讲有710 Laston 的暹罗米装伫个 Burkhardt 号内底，剩的米当无用你装入去避水船 Hillegersberg 号来做伊的底舱门，并且准备2只
两只拢爱尽量较紧前来台南遮吼，台湾遮。今仔日士官 Jerry Carsman 遵照本国月10号的决议，带10个士兵出发，要去迄条德廷断层德廷的即个卑南的道路来回行一逝，并且要早转来有关报告来互阮。暗暝呢，暝时啦虽然北方强烈车来快艇李罗河游玩是利用老入来的即个海流载总计达313000外毫吨的货物来入港，是本国月2号航离Nagasaki的。对 Overwater 阁下会来批知影讲，即马所送来8万两银以外，也有要送回荷兰的一批漆器，以及70大包的抛尸的尸。即寡尸伫遐之间会当袂到即个进货的即个计数尔就是进货的计数，即马摕来做卖价就对啦本国月8号的时阵，比对阵 Swartenbier 号和 Gudensgans 号将会军队对Nagasaki出航。Overwater 先生呢，将担要送往 Coromandel 的漆器甲暹罗斯基的货物，以及要寄去迄2个地方的书信，用这2只船送来遮。担因若用一个担字，我看无Overwater 先生将弹药送往的漆器，有问题嘛？Decline 用这2只船送来处队上述的80箱，拄则伊看无迄个加迄个单字看无反正是 Overwater 先生要甲即个要送去 Coromandel 的漆器甲暹罗所需求的货物拢要寄去以及要寄去迄2个所在的批拢用这2只船送来到遮这2只船叫李罗号甲啥？毋是是 Swartenbier 甲 Gudensgans上述的80箱银呢，议会决议将会伫明仔载透早甲落来搬到陆上。暗时呢，快艇吉月号已经装上608个装着糖的小箱仔，甲92个装着冰糖的小箱仔，全部拢要送去交互斯基丹号就是快艇吉月号航离栈桥由比对准美尔门号接续来瓦克栈桥11月14。有雾的天气，强风已经吹规暗对北方吹来，因此吉月号虽然已经停伫咧潮流海路上，无法度通出港歹势啦，毋是有无大风的天气强风对北方吹来安尼吹规暗，所以即个吉月号呢，虽然已经停伫咧海路上，无法度来出港。迄寡现款及时对李罗号甲搬落来，搬到陆上来。而即个美尔门号顶头的人规工无用你甲迄寡缀苍蝇的石头搬到岸边。即寡石头是对路易斯号顶头装来。所有办公室的人也无用你准备第二逝要送往巴拉维亚的笑铺、书信甲其他的物件，因为大船 Henry 的路易斯号呢，还阁咧装好因此今仔日议会决议，议会考虑是毋是讲应该甲迄70大包抛尸的尸以日本方面的决议以及 Overwater 阁下所写东印度议会批信为做理由
来寄去巴达维亚。即只有一寡我号内底注考，毋是注考，就是我号内底我无念吼。那我即马过来看吼，因为大船 Henry Louis 号呢，该船按照本国月10号的决议，该动比对船米尔门号伫咧最近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但是即马搁咧装好，因此今仔日议会考虑讲，是毋是应该甲迄70大包抛尸的尸，重量是15700外磅，进货的计数是进货金额是76000毫吨吼。要以日本方面的决议以及我着搁发写予东印度议会批信做理由来寄去巴达维亚，或者是要应该放踮咧遮吼。等后一次南方贵做，搁再送去日本。经过各方面的即个周详考虑了后，一致来决议上述迄寡重要一批尸，爱为着上述的目的放踮咧遮。理由简述如下：首先，因为上述东印度议员主讲，就是为着要提高东印度的资金来专程送即寡尸来的。按照故总督安托尼奥·万迪门阁下坚定的原则，以荷兰国内阮的资人所强调的意志整体来讲，就是所有东印度的商品爱计划伫明年拢爱较少买其中对即种尸的需求袂超过300大包，即个数量无可摇疑，就是讲对巴达维亚就会当来供应啦而且必须爱介绍爱好，物件爱水等等对此即寡尸并无符合上述的要求。按照伫咧日本的朋友家己的话来讲即寡尸是比起其他的尸每一担贵150毫吨，而且无搁较好，颠倒较差。因此，伫其他的所在嘛无可能得到好利润，而且对各方面来看，后一个季节，抑搁有同款的商品要载去日本，包括即寡尸其他的也无定即个介绍会当搁较低，而且搁较水但是嘛有可能含即寡相款尔因此认为讲即寡尸无应该送转去荷兰搁贵搁歹无应该送转去荷兰。如果伫日本11个月内就会当得到的利益，如果送转去祖国，上紧嘛爱16到17个月才卖出去，是毋是会当送转去祖国，搁有疑问的而且搁有真大的危险甲双重的风险。而且阮认为讲今年日本所有的尸拢会有真悬的计数，因为对尸仔载去的真少此外，也决议上述的米尔门号爱装入去里罗号顶所有的插器，并且按照本国月10号的决议来装载，并且要甲计划落来100拉斯顿的即个涂炭留伫该船顶，因为认为有即个必要。11月15，敢若我记得敢若记到18号啦对，记到18号。11月15，早起虽然空气中还阁大雾，并且有强风对北边继续吹来，快艇吉维号也是出港了，而且无久就来到即个大船斯基丹号的边仔。米尔门号为着要阁较安稳又阁装一批涂炭，同时派几个代表出港去详细来估计即个路易斯号的船舱。看讲即只大船是毋是会当装载计划要送转去荷兰的所有的货物。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要去打到再查，则有7个死仔人。11月16号，早起天气袂歹，但是有大雾，风向多变。中昼以后吹西北风，即个冬天透早的时阵，台湾的大雾即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读小学的时阵，因为上课拢较早嘛，我记得6点敢若6点外就出门啊款，足早你若伫台湾，你透早出来
个日头吼，阮北边是迄个雪山啦吼，大雪山山尾去扎遮条的，所以日头要出来要跳出来迄当阵啊吼，其实伊拢较晚吼。冬天的时阵，应该是7点，安尼无应该是毋是6点，应该是7点吼，6、7点啦，我袂记吼。啊，有时仔就大雾，真怀念吼。迄庄脚所在啦吼，你若住伫个都市，可能较无迄种感觉。昨昏派去港外吼停船的所在，迄寡代表转来报告讲，路易斯号，我拄则想到看到迄远远日头对即个山顶头升起来个印象，阁足深诶。读小学诶时阵，因为我拄上课要行迄条路，拄要往东行，直直往东安尼。OK， 路易斯号既然装袂无法度甲迄寡所有诶废仔拢装起去，也无法度装迄500箱糖吼，就是昨昏派去港外停船诶迄寡代表啦，去查看讲会当装偌济物件吼，讲无法度装吼。而即个米尔曼号也是被认为讲无适合装载即寡货物吼。该船除了对装载即寡货物，就如装载要送往巴达比亚其他货物安尼，看起来有较水吼。因为该边头迄船还佫会漏水，所以糖甲焦素的货物吼，若是用该船去载吼，伫咧海上航行有可能会遭遇困难。因此决议讲要听候边头迄船乌吉斯号。一旦若到遮，就要随甲利落号顶头的糖啦、灰仔啦拆去，甲接过来装载吼，接载伫即个边头迄船乌吉斯号啦吼。该船已经伫咧昨昏按照阮的命令航离偏湖啊，因为用迄个路易斯号装袂落嘛吼，所以只好装去别只船，尽量较紧要出航前往巴达比亚。下晡李维克来入港，转来入港，入夜以前2点钟久，看见两只船对北方驶过来吼。偌久以后，俄罗上帝即两只船就是边头船斯瓦滕比尔甲古登汉斯号，拢趁着即个海流等于流入来吼。顺利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合计载有516000外号吨的资金，主要是有要送往东京的15万两的即个丁银吼，越南东京吼，要送往暹罗的25两丁银吼，哪有可能25两是啥毋对？送东京是15万两呢。伊对注脚上25两应该是25箱丁银5写吼。以及一寡商品吼，常设商务员 Anthony van Broekhorst 以及其他要去东京从事商务的人也拢倒船前来。对于 Overwater 阁下司机是本个月7号的来批，知影讲公司伫迄边的状况真好。对所有的商品所得到的利润，按照顶一道的估计，差不多是会当达到8吨的黄金。也知影讲后一帮要来的船伫个10天内会来，伊阁下也将会伫个本个月对亲自要前来遮吼。Overwater， 其实 Overwater 伫荷兰语敢若读做 Overwater 吼，两个拢读做 V 的音吼。我关注看英文吼，伊是 WATE 啊，读毋对去 Overwater。今仔日也伫个一只希腊人的篷船吼，装上一批苏木甲40桶的灰仔吼。该船是要载迄寡改制的士兵去做路易斯号的吼，要送出去交互即只船吼。就是讲，即只希腊人的篷船吼，装上一批苏木甲40桶的灰仔吼，要载去送互迄个路易斯号啦吼，因为伊是载即寡士兵，就是已经改制啦，已经可能是合约到啊吼。即寡士兵退伍啊，要转去啊吼，所以要载即寡士兵去路易斯号，像煞呢，
就装一寡树木甲40桶灰啊，但是因为无风袂当出港吼。今仔日也无用伫遵照上述的决议来装糖到淼门河顶头，并且甲里落河准备好，以便乌吉斯河若一到位，就会当随来装好。上述要去大罗湾探金的准备工作也逐工咧进行，以便军队会当遵照本个月10号的决议，如期对遮出发。有一只篷船出航要去南方载茶，坐8人。11月17号，真水的好天，上午风对陆上车来，迄只载着树木含灰仔的西那人的篷船，就趁着风来出港。迄70大包抛尸的死，今仔日对里落河甲搬落来，阮也无用伫装糖到淼门河，并且装灰仔到里落河顶。下午快艇9月号对港外停船的所在入港转来，暗时啊，里落河甲淼门河行离岸边，两只船拢已经装好完毕，所以行离岸边。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即敢若载地层门。有一只航往下淡水要去载茶，也有一只航往南方要去掠鱼，合计做45个人。11月18号，这是1645年最后一天啊吼，但是后壁有补充资料啦吼。11月18号晴朗，但是寒冷的天气，风对北方继续吹来。早起快艇李维号为着要装糖含迄只变尾船，为着要落米所以拢来即只国划一个栈桥虽然讲也无看到变尾船乌吉斯河来对平湖来，今仔日游玩是甲要送往巴达比亚的批信，伫个议会呢来读过了后一读朗读的款了后来签名，含其他的物件放做伙来封即个批将命令大船路易斯号带着即寡物件、即寡文书原上地带领。伫个明仔载，就是拜一的时阵出航前，明仔载毋是拜一啦，我看伊11月18是拜六出航前往巴达比亚，可能是礼拜写的款。本草本经早对原本正确无误，伫热兰遮城堡日记录上所在。Gabriel Hubbard 秘书，这是最后签名就对了。签名讲即本是啥物人所记？好，11月18结束啊咱来看补充资料，对11月18号到2月27号，就是翻转年1646年2月27号。所以看下1646年，佫让一个月去其实让2个月2月27号就2个月结束啊。这补充资料无介长倒啊，咱来看。补充资料自1645年11月18到1646年2月27号。1645年，公司伫佛罗摩萨遭遇真多即个挫折挫折伊要读挫折。来，先来空注背一下错。错读做错CHO。错呢，就是错树啊，大家知无？错树啊，就是砍树啦。但是我感觉砍即字无介精准甘字典是斩、做拢叫做错。字着迹嘛，叫做错所以挫折就是着迹的意思嘛有字就是字的意思，可能嘛有啦挫折挫折。1645年，公司伫佛罗摩萨遭遇真多挫折但是挫折这种讲法伫台语，我看有啥物其他讲法无？
后线无话，就是原组半途终止。后线无话，后线无话，吼，这含挫折无关的啦，吼。志气就是一断去，吼。失去生命，失去势力，叫做失势。这含挫折、挫折，吼，嘛无讲介准，吼。来，测台语，麻烦一下。frustration， 其实我本来有开迄个，下音大词典，等下下音大词典，找一下下音大词典，吼。挫折，吼 ，Embry 写挫折 ，Marino 写挫折。下音大词典为什么开袂起来？好，开袂起来。我来查。ENG 大词典。frustrate。英语查全部执行。OK， 下英词典吼，用 frustrate 去测吼，有打岔、破喙残、拍败吼。好，来做一下台语大词典吼。打岔，咁这种讲法，打岔。打 TANN 第二声。TANN 第二声，岔 CHHA 第三声。打岔是差错，无一直妨害人，互人麻烦吼。伊不时要来甲我打岔，伊毋通来打岔，出入小有打岔，这是差错啦吼，无一致吼，这是 discrepancy 出入小有打岔，身躯倒一处位仔有打岔吼，敢有啥打岔才袂得来吼，这是差错吼。妨害人，互人麻烦是伊不时要来甲我打岔，你毋通来打岔吼。这含挫折，咱所知影 frustrate 其实无介接近吼，无介精准。好，来，我搁看下音大词典搁啥？打岔搁有啥？破喙残，听起来嘛感觉无差足多。
，PHOA 第三声破喙，第三声，安尼咋讲啊？破喙站，这是大理大书店收的。破喙站是口条阻止，就是用喙甲你阻挡安尼尔啦。哦，破喙站，破喙站，伊要转图吼，伊要转图要换头路啦吼。我甲伊破喙站，吼，过来是。要买毋买，又在伊，你袂使伫破喙站吼，你袂使甲伊阻挡，你袂使甲阻止吼。破喙站，所以你若讲，所以讲挫折，其实破喙站嘛，毋是挫折，破喙站是变成是共阻挡、共阻止吼，无适合。破喙站当然是 OK 啦，我今仔日才学着吼，破喙站。人破喙站，拍败，我这都毋免讲啊。拍败当然是看有啦吼，拍败挫折可能会使，较准一丝吼。好，1645年，公司伫佛罗摩萨做有真侪被拍败的代志，做有真侪挫折啦，挫折吼。即年呢，有140个为着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欧洲人，甲真侪希腊人，因为热病和其他的疾病来死亡。140个，敢遮少？我看伊迄台东遐死一片。好，当然，即只讲的是讲因欧洲人甲因所请的即个希腊人啊，因无讲在地原住民死偌济人吼。在地原住民绝对毋是干那即寡啦吼，这140是因家己的人吼，或者是因请的人。因为即种热病，伊个写名吼 ，Heidekusten， 这毋知啥物件吼。我看这荷兰文查会着诶。荷兰文翻译。荷兰文，有呢，翻做中文叫做发烧，英文呢 ，heart fevers。Hete koortsen. Hete koortsen. Hete koortsen. Hete koortsen，吼 ，Hete koortsen。讲一寡人因为140个人吼，因为 Hete koortsen 吼热病啦吼发烧嘛吼，含其他疾病来死亡。其中包括着真有名的即个希腊生理人贝哥吼，伊过身的时阵留一笔债务25000豪顿吼，欠公司的债。岛上的驻军1645年底有629个人。还有一批6担的拿钉吼，拿色的钉啦吼，拿钉是一种拿色的，可能是泥色的料啦吼，泥布用的料。按照约定，必须要送往巴达维亚的，一直拢无准备好送去。场就是驻军629个人，甲一批6担的迄个拿钉，应该是安尼嘛。伊中昼这两个中用一个句号。甲分开吼，所以我看无介有。长官 Garon 就是即个台湾长官 Garon。巴达维亚当局答应讲，即款拿钉将会伫2月中装船直接载过去。迄当阵还佫会同齐载去另外一批高品质的拿钉。11月28号，并对船 Ugis 号、Swartenbill 号甲 Hillegarsberg 号出航前往东京，载着价值454000豪吨的银甲商品，要去遐交易丝吼。迄寡丝是要载去日本市场卖的。上述商务员 Cornelis Caesar 甲 Nicasius de Hugh
伫11月29号，遵照指令，带领一支210个人的军队出发前往福尔摩沙东北部，要去探查想象的金矿的存在情形，是该出征的目标之一。伫遮插一句话吼，我记得我另外伫即个台湾访问顶头讲起即个荷兰人探金的即项代志吼，讲其实荷兰人到尾一直拢无成功，一直到因离开时阵探金拢是失败吼，所以因毋知影伫金龟石遐有金啊，一直无探到遐去吼。OK。讲要去探查想象的金矿的存在情形，是该出征的目标之一。即寡出征的人也奉命伫转来台湾的时阵，爱随伫1646年2月李月和李落号甲即个阁是我真经念袂出来。Arthur Garrigue 号以及变底船 Sam 号吼。这啥物意思？爱立即伫即寡船写一堆，结果毋知要立即要创啥吼。即个顺益舰队将会派往菲律宾航道去逮捕航往马尼拉的新仔船，来夺取战利品。总督 Van der Leen 等人的一般报告吼，伫12月31号，就是1645年最后一天的一般报告吼。这个以上是一般报告，应该是安尼啦吼。伊无写，但是我看应该是，伊无写讲以上，但是我看应该是。Caesar 和第副的出征，经由东岸的比南北方前进。拄则讲 Caesar 甲迄个副的带几人210个人，出发要去东北部嘛吼。台湾的东北部经由东岸的比南就是因对台东遮。北行吼，途中第一个被攻打的村庄是达罗曼。该村庄之间有70户，估计450个人，其中壮丁90个到100个。因遂奉命爱以黄金来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来纳税，但是迄寡达罗曼社的人经过真侪困难，才摕出一寡品质足歹的黄金的即个钻塔门，互该上失上元大失所望。迄寡达罗湾社人承认讲，因已经把伊价值约22个黄金，甲一只对伽马兰航来的即个胖船来交换康安布。迄时因之所以决定要安尼交易是因为因非常需要布匹来做衫，因为落坡变少啦可怜。结果用即个黄金去买布，结果才出代志荷兰人想讲，哇，这个真好个。迄寡友善的达罗湾原住民也讲，因每一年对该社附近的一条河流采集价值约40到52个黄金。河流亏年的金吼。了解讲要前往迄个地区，必须要经过河水岔流的大石头等等的困难了后，即支远征军就下结论讲，无任何情报表示伫达罗湾附近有丰富的黄金存在就是看袂出遐有黄金啦结论是安尼啦伫会场的途中，悬架占卜的麦当社人该村社为着该岛上大，该村社是该岛啥物岛？该岛是台湾岛上大的即个福尔摩沙岛上大的村社之伊无写福尔摩沙啦，我咧摇死啦上大的村社就是麦当社以及萨卡瑞社人但是呢，特拉罗马社人被宽恕了
就是廖舍啦吼，因为该舍的人往军队来求饶吼，并且承诺讲愿意和公司来结盟。1646年1月16号，上述的军队平安返来到了兰遮城堡，就是迄个210个远征军啦吼。台湾的教会议会向总督府紧急呼吁，请搁再派一位牧师来福尔摩沙。哈帕和 Van Buren 两个人拢破病体弱，请求辞职。这个表示讲，如果因若辞职奉准，牧师 Baviers 都爱变正是为留伫岛上的牧师咯吼。所以即当阵的牧师叫做 Baviers 吼，我毋捌听过即个名。好，以上是长官卡隆所听总督西万德林的批吼，是1646年1月31号伫台湾写。好 ，OK， 补充资料读煞，过来就是2月27号啊吼。我看一下时间，剩10分钟。1646年吼，咱现在要开始读1646年。我来看一下1646年写几个月。现无。1646年，看起来敢若无介济哦，嘛是写到11月尔吼，啊2月搁敢若写2工尔吼。所以实际上是差9个月。好，伫咱遮城日志抄本1646年2月27到11月10号，11月写到10号尔。好，编号我就歹念啊吼。咱遮城日志抄本，日志拄则念过。2月27号，晴朗温和的天气，风对东方吹来。东风吹来吼，早起甲迄寡要送去巴达维亚的批吼，书信物件吼，包括通常的航海的指令吼，交互记录好的主管，并且下面示行，以便因明仔早起出航，若是风甲天气许可啦吼。经由马尼拉航道要前往巴达维亚，早起长官利用即个好天气吼，有几个人陪同。航王车坎要去安排几件对举行地方会议有需要的代志哦，所以要搁开会议啊吼，地方会议，敢若是逐年拢有开的款吼，以便明仔载会当搁较准时来开始含迄寡长老来开会。为着即个目的，今仔日下晡有100个有纪律的士兵由即个中尉叫做许费力指挥军队前往车坎100个兵啦吼，有3只篷船对南部的淡水来到遮，再有130担盐甲1批鱼，然后2只篷船坐着14个新仔人航往迄个南部的淡水要去载茶。有1只篷船坐7个人航往金狮岛，就是小琉球，要去载椰子。有5只篷船同齐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179个人载去余下的物件，1000条的鳝乌鱼，1355条的帝王鱼，374捆的锭，420担的小鱼，细只鱼啊，6担的大鱼啊
100个椰子，1批打的沙鱼，12篮的鹿仔肉，甲11担的胡椒。第一个礼拜。2个礼拜落长，安尼可能今仔日读袂了吼，读较多算较多吼。2个礼拜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快艇9月号起定用篷，但是因为冰晶无法度驶过潮流，无法度驶过海流吼，只好又搁拍定停船。天光的时阵，剩落来议员甲牧师 Bavius、Van Breen 甲 Harper，连同其他的商务员助理等等吼，即寡人同齐项王赤坎，真紧就到遐吼，因要开电会议啊款。随伫咧公司的厝的头前有一个士兵吼，伊约有1年以临时教师的身份住伫咧自罗山，最近伫遐非常为难一名长老吼，搁用即个标枪伤害伊吼。所以，即个士兵伫所有教场的即个福尔摩沙人的面头前被依法判决，该判决是用新港语来宣读，随即被处罚吼，算荷兰人欺负在地人吼，即嘛刑法要互恁看安尼吼。即个代志处理了后，长官就领着其他朋友，按照历年的方式行入去庭院吼。伊写庭院嘛吼，园地迄个园。伫遐呢，北区所有的村庄的长老呢，拢迄寡岛仔来依照次序来入座，就是每一个人拢按照因的语言做伙吼，就是我讲会通的做伙啦吼。也有为着要来听来看即个会议情形，对南区内的大目连、麻里麻伦、阿猴、家庭、热社甲放索啊吼，各村庄内的长老，以及对北平的淡水内的规个原住民，即寡人是伫本国月25号带着老爸先生，载着老爸先生的批，经由陆路来到厝地的。到厝地的队伍注卡可能是批新的编号的款，对，真正足长的，我求个下底来求足久。同时，长官阁下也开动议员、大会秘书以及上述牧师伫咧另外一个所在来入座吼。各位看吼，就是因为要开即个电会议啊嘛吼，所以伊会记足长的吼，所以咱后日来读即段时应该读足多电会议的即个内容的消息吼，咱甲即段读煞吼。同时，长官阁下也开动议员、大会秘书以及上述的牧师伫咧另外一个所在来入座，为着要即寡长老清楚来陈述对公司有益吼有利益的，以及对管理管理厝地吼有所有需要的其他的事宜吼，所以就先由团队 Hans Orhoff 以新港语言宣讲，煞接由其他的翻译员用山区的语言、福尔人的语言、甲甘仔赤的语言，就是甘仔赤就是大道王迄边啦，瓜塔王迄边的语言吼，按照各自的语言大声宣讲，宣讲内容如下。时间敢有够？27分剩3分钟，好，咱后回再来看吼。看因要搁开会啊吼，要搁公布啥物新代志啊吼，后回应该会当读，都毋是记下吼，即个足趣味啊吼，咱来当看即侪啥物代志吼。咱定定拢咧读笑啦吼，无法度，就是伊就安尼写，咱个读个了。我知影咱会读足侪，后手嘛是搁足侪笑爱读吼。啊，当时咱是为着，就是要来读像即诚趣味的即个内容吼，一工一工看，逐来。我来看一下，把笔讲来记，笔记无介侪啦吼。员工门，中大理书店，迄个路易度有甲咱写吼，错节叫做顿丁，顿丁，
炖底，咱后，咱来查看觅，我用法敢若含错节，无讲改成炖底来炖底。炖第三声底 ten， 即个 Q 口差无共吼，无一定是炖底，炖甜可嘛有可能炖底。哇，无即个词啦，台语大词典无炖底，炖甜咧。好，炖甜有吼，炖甜就是囡仔塞奶毋听话，炖甜毋惊吼，有无？这是就是我所知影讲用炖底的用法吼，或者是就是炖底毋惊啦吼，毋惊是一种炖底，就是你塞奶毋听话吼，囡仔塞无我是无一定囡仔啦，就是塞奶毋听话吼，炖底安尼，或者是你有时人小可硬气安尼炖底，好。错节，所以中台历史典是用炖底吼。好，马云讲热兰野城之类原文作者的家后，苏东时嘛是得到热边来过往的吼。完了即当阵，你敢有甲注意是毋是1645年？真可怜的一年吼，咱看因安尼。好，时间到了吼，咱就今仔日读到遮啦吼，咱后日明仔载休困吼。后日咱再来看吼地方会议吼，好到遮。哦，迄是1655年哦，55年就10年后的代志啊。好来关房哈。好，多谢各位，多谢大家。